咁喺近年來啦，大家都有另一種嘅方式啊，就係呈現比較真實一面嘅自己啊。動漫勁嘅地方就係玩深度可以陪你有深度，玩簡單日常可以陪你走過最後。所以就有呢個躲喺超市食煙嘅兩個人啦。3個可以留意嘅原因喎。第一，有連繫性。試諗下，大家收咗工之後，一個人想買啲嘢食喎，跟住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。有陣時我哋要諗，幫我買嘢嗰個店員究竟仲係咪喺度呢？咁如果佢係靚女靚仔嘅話，仲會好開心添。咁呢個故事就係咁啦。男主角佐佐木啦，係一個40歲嘅大叔，唔係啦，40歲中年啊嘛，型男潮男。去 OT 之後呢，就想去買嘢食啦。咁見到個20零歲嘅妹豬，一定有 feel 啦。之後慢慢了解到，原來佐佐木係個傻仔白師兄啊。個編劇同個女主都想話俾你知一啲嘢啦，咁自己睇啦。第二，勇於表達呢個議題啊，呢個動畫好勇敢去用呢個食煙作為兩個人主題一個聯繫，大家有個地方嚟 chit chat，之後就有個地方嚟食煙啦。男主角同女主角就係咁樣認識啦。咁啊，食煙就會分唔分析呢個食煙嘅原因啦，呢個有排啦，社會議題、政治議題，所有嘢。食煙嘅效益正大於負啊，食煙影響人正大於負啊。食煙嘅原因，尼古丁啊，好 jazz 啊，可以放鬆啊，可以一齊傾偈咯，一齊食個壽司郎咯，正大於負1比0。食煙嘅效益啊，有幾多嘅煙草生意、雪茄、水煙，正大於負2比0。當中佢嘅合法非法嘅帶嚟嘅生意嘅得益，做生意唔使講啦，你唔食煙根本入唔到位。影視作品帶嚟嘅意境，一絲食煙嘅白絲就代表解呢個煩惱。唔理暫時仲未有其他嘢可以代替到喺意境上邊，白煙就消散咗喺呢個實相入邊，你暫時冇另一樣嘢可以取代到食煙呢個意境。正大於負3比0。咁食煙影響人喎，二手煙喎，冇得搏，負大於正3比1。佢個氣味影響喎，劇中係有噴嘢咯，所以係唔成立嘅。食煙影響自己喎，健康喎，呢個都冇得搏，係嘅，3比2。食煙喺呢個作品3比2係利大於弊嘅。我知道一定好多人反對㗎。第3啊，音樂好聽啦，咁佢嘅片頭曲一軸園，佢嘅演唱呢，就永遠都係深夜有幾咁多好嘅。作詞作曲就係呢個 ACA 啦，編曲就係呢個100回auto啦，同埋呢一個 ZTMY。咁佢嘅歌詞，煙たいまま捕まえて忘れてかくまって。我哋喺食煙嘅呢個時間，我希望係直到永遠。話す HOD を明かせない一軸の MI。唔使講一字一句，其實係我想教咗你即刻改嘅。師兄明白就明白。有 feel， 雙王有夢，神女無心，你又知。跟住佢嘅片尾曲啦 ，Fiction 啦，演唱作詞作曲就係呢個 MS。而家好似休養中啊，編曲就係呢個 Shin Sakura。佢嘅歌詞啦，最初から僕らは思い返せばキーが言うことが多くて最後まで僕らのね最後まで僕らで。從一開始我哋就一見如故，超越咗時間空間嘅限制，最後我哋選擇分開，因為只要我哋彼此心連心，說明此生不死，天助自助者。唔知啦，你又中意躲喺超市後門食煙嘅兩個人嘅邊個情景、邊個音樂、邊個角色呢？歡迎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我係自由意志之子，即刻寫嘅頭先，唔係之前即刻寫嘅，但係見好耐都冇出片啦，出個小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